大家好，我是邱佩玲。我即阵伫咧潮州黄昏市场咧卖鱼啊，我伫遮已经卖20年啊。我的喜欢是，由我的弟弟伫大平湾所掠野生的鱼啊，甲鱼花所配合的鱼货，来自一寡船长甲配合的鱼虾拢有。平常时有闲的时间，我会去鱼尾啊帮我的弟弟饲鱼啊，搁去大平湾掠鱼啊、鲫啊、虾啊，所掠到物件会来到我的市场遮贩卖。拄我隔壁掠鱼啊，看到公告超级红人榜咧海选比赛，想讲阿姊你要来参加比赛看卖啊？我想讲我已经50岁啊，拢无迄个机会来到舞台。我想讲无好，我甲试看卖来报名参加。今日带来什么歌曲？想诗无要该想诗。你唱就得调吗？嘿，对。好，先选这首。因为紧张怕忘词。好。若有缘迄一日，你我搁再见面，请你献予我当初我爱你的心。希望我即届有真好的成绩，希望大家来遮红市场买鱼啊，会当来甲我买哦。好，佩玲，谢谢老师。你真的让我很惊讶哎！你的歌声足有味的，而且你今日穿的这束衫足水的，足有气质的，而且佫是鹅啊色。哦，这真正是特别安排的。最用心的对我没有发现，我没有发现，真正是有够厉害的，这个行销就对了，安尼就对了。哦，真正不简单，而且老师，龟头的呢，这是野生的鹅啊才有这个味道，较清色哦。你若切较白，野生的上有味道的吼。你咧唱歌足认真的，足专注的，然后这首歌迄个味吼，就真正讲，敢若伫咧办迄个流水席啊，真正咧共敬酒安尼，迄个画面足好的。然后虽然无真济技巧的长音，但是你唱歌足诚恳、足认真的，我感觉你唱得很好，
真的非常谢谢老师非常让我很感动，感觉很棒。佩林迄歌声就是敢若听到迄个讨海人的阿莎莉吼，很有豪气，然后很大方的一个歌声。好啊，你唱这第三杯酒就感觉讲哦，真的是很有画面，感觉讲阮去遐有恁请，恁敢若足欢迎迄种感觉吼。所以规首歌的气氛拢控制了就好诶，我感觉真赞的一条歌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啊，个另外蚵仔真正足好食，毋捌食过也好食。